點樣去攞到政府每個月4000幾蚊嘅長者生活津貼呢？呢條片一定要 share 俾你嘅爸爸媽媽、爺爺嫲嫲。規劃好個資產審查咧，每人至少攞多100萬退休金。2025年最新嘅長者生活津貼咧，政府係派緊每個月4250蚊。呢一筆錢攞足20年已經係100萬啦。先講下攞長者生活津貼嘅第一個條件先，65歲以上、7年以上香港居民，過去嗰1年咧要長住喺香港。第二個條件，資產審查，單身嘅長者資產唔超過40萬零6千，每個月嘅入息唔超過10770。結咗婚嘅長者呢，兩公婆資產唔超過61萬6千，入息唔超過16440。點樣將啲資產控制好呢？政府嘅官方網站寫到明，自住物業、自用車位、自用嘅骨灰龕咧係可以豁免嘅，同埋保險年金計劃嘅現金價值都可以豁免。咁點樣將個每月入息又控制好呢？政府官方網站寫到明，家人或者親友嘅金錢援助係可以豁免嘅，安老按揭計劃或者保險逆按計劃都可以豁免。簡單總結，如果手上面嘅錢太多，又想攞到長者生活津貼，主要有2個方法去規劃資產嘅。第一個就係將啲錢擺入去年金計劃，第二個將啲錢用嚟買人壽保險，然後做翻逆按揭，咁你就可以一路賺住年金同埋保險嘅分紅，同時又攞埋長者生活津貼。想知道幾多年金同埋保險先至可以控制到個資產入息唔超標，又攞埋長者生活津貼？留言或者私信我。